川普宣布对台湾扣32派对顶关税，咱政府表达抗议，会甲美国来交涉。清明连假第一天，国道道南交通量是平常时1.5倍，离岛地区增加巡帮来往回。缅甸大地震超过3000人死亡，济灾民担物资，联合国警示囡仔当面临人道危机。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产品销去美国要扣偌济税？这个查甫人讲的准算。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4月初5开始，要甲所有销去美国的产品扣10%基准关税。4月初9开始，要甲美国无疫逆差，还因美国无趁钱的60个国家扣女童的对等关税。好，对等关税意思就是讲，你甲我扣偌济关税，我就扣你偌济关税。川普讲真简单，无啥物代志比这更较简单。要咱台湾去互川普点名，美国要甲咱扣32%关税，无看毋到就是32%。32%这个数字遮尔悬，到底是安怎算出来的？川普讲，台湾甲所有电脑的晶片、甲半导体拢抢走，讲因美国即马啥物拢无，除了上大的公司台积电要入来。讲到台积电，川普是学了讲有够赞，毋过看起来有够赞的台积电去到美国，川普嘛无要放台湾煞。川普讲，台湾算算咧，甲美国扣64%关税，伊讲伊家己真好心，64%算台湾较俗咧拍对折。对等关税扣咱台湾32%，好，实际上台湾对美国所扣的关税根本都无到64%，看起来川普对数学的认识嘛真简单。也有够好心的川普讲有一寡商品要去扣对等关税，包括讲已经扣25%关税的钢铁、轻银甲汽车，美国无的能源、矿物甲药品，也有半导体暂时未扣税。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国初二收办了后，伫白宫玫瑰园宣布，要签署行政命令，对无共国家扣无共税率的对等关税。其中，美国要对所有进口商品扣10%的全面关税；对其他互人认为伫贸易活动中表现无好的国家，要扣更较悬的税率。川普宣告美国的黄金时代来啊，今仔日就是美国的解放日。The friend is worse than the foe in terms of trade. But such horrendous imbalances have devastated our industrial base and put our national security at risk. If you want your tariff rate to be zero, then you build your product right here in America because there is no tariff. It's going to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川普讲，这天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上界重要日子之一。未来几年，当美国人民回想过去，会更加坚信川普政府做的是对的代志，因为这是美国工业重新加再一次好嘅日子。伊去甲讲，美国扣啊变啊利用，互外国人抢夺的代志袂阁发生，就业机会甲本土制造会回流美国。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We didn't want to it's very windy out here. We didn't want to bring out the big charts because it had no chance of 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It's so pathetic. 39%,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20%. 川普讲，新关税政策是美国新经济独立的宣言，其中全面关税伫美东初5透早0点有效，嘛检出差不多60个对美国逆差上大的国家征收正悬的特定关税，像讲对中国扣30%的对等关税，国家现有的20%关税基础，搁加起来，安尼对中国的实际关税是54%。Tariffs are paid by American importers and will be likely passed on to consumers. The president says that this is going to attract a massive boom of investm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illions of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ts of factory jobs. Economists are very skeptical. 迄天美国股市收盘4大指数小可起，不过川普是伫盘后宣布关税计划，所以收盘指数无法度完全反映政策的冲击。关税计划是为本来市场预测的相对温和变激进，美国机会集体大落，道琼机会马落超过1100点，标普500指数机会落3.9%，纳指100机会大落4.7%。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国际这边对川普的新关税是真不满，认为讲会严重打击全球经济。遐川普这边是无买落儂，伊讲伊家己真认自啊，有甲大家拍5折，所以呢无应该有人感觉无欢喜，也拍折的唔川普。美国民众嘛甲川普拍折，民调支持率剩43%，这个数字啊是川普搁在做总统了后上介低的。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台湾时间透早正式宣布对顶关税政策的行动报告，嘛引起反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兰认为，这对全球经济也是重大打击。The global economy will massively suffer. Uncertainty will spiral and trigger the rise of further protectionism. 冯德兰表示，会继续甲美国协商，若是失败，欧盟准备采取反制措施。暂时嘛已经拟定针对钢铁关税的头一套反制措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新的关税政策是错误的，会努力协商，防止贸易战发生。而波兰、瑞典首相甲爱尔兰总理嘛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会甲其他欧盟成员国合作，限制新关税造成经济伤害。法国嘛表示，已经准备好甲美国拍一场贸易战。暂时加拿大决定采取反制措施对抗美国的新关税。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虽然无按算反制，也毋过嘛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无道理、无依据，毋是民意的行为。美国人会为无合理的关税付出上大的代价。那美国家上大的经济体巴西是伫个由国会通过一个新法——经济互惠法，来对抗川普的关税政策。Que na hora que qualquer país quiser interferir ou alterar 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 comerciais com o Brasil, esse projeto ele permite que o governo brasileiro possa agir e estabelecer os enfrentamentos necessários. 那是亚洲国家日本股市大盘一度落超过1600亿票。日本首相石破茂彻早表示，对美国的关税政策真失望。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指出，美国无考虑日本的烦恼，和日本政府感觉真危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表示，会继续甲美国协商。韩国嘛同款想要继续协商，减少对韩国的经济损害。而中国面对要和美国扣上悬54%的对顶关税，中国商务部甲外交部彻早拢表示，这无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是单方面霸凌的做法，会坚持采取反制措施，维护国家的权益。除了国际社会反弹，美国民众嘛有部分人不满新的关税政策，认为新的关税政策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推翻过去数十年来全球有秩序的贸易自由化。也毋过嘛有民众相挺川普的政策，而路透社的上新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将会20就任无偌久的47%拔到43%，创下倒来做总统了后的新低。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和国际社会不满，咱台湾嘛提出抗议，针对美国要甲咱扣32%的对顶关税，行政院讲真无合理。第一，美国咧算对顶关税，安怎算的无清楚。第二，台湾的资讯、通信的产品对美国的经济甲国安有大贡献。第三，美国讲要防中国来洗产地，也咱台湾嘛有措施。即马甲台湾的关税扣到32%遮尔重，政府会甲美国严正来交涉。对美国川普政府的订单关税，行政院继几点钟了后做出回应，强调3大项强烈无合理，包含美国对顶关税计算方式无清楚，台美贸易顺差应该是反映台湾自通信产品对美国经济甲国安的真大贡献，甲台湾已经有相关措施预防中国洗产地，强调后续会甲美国严正交涉。对外的整个这个采购跟对外的投资都要用团体战的方式来办理。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道。但是像那个所谓的1000亿台积电的这种，那美国说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再跟你谈？工商团体受冲击真大，工商表示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钢铁、阿鲁米制品等拢受影响。工商协进会也向政府提出解决建议，包含马上启动危机应变评估冲击，并降低关税，扩大对美国采购加投资，提供产业援助，也有加速产业升级等5大建议。上受冲击也有农产品。这个关税如果34%下去，其实对我们冲击美国客户那边，可能他在订购的意愿上量可能就会下降，这样是对我们其实影响，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我们影响真的是蛮大的。亲像咱会中在过去消去美国是零关税，即马扣到32%，国际竞争力减少。经济农业部统计，2024年台湾农产品消去美国差不多是8.87亿，贸易逆差4.3倍。重点出口农产品，五桂鱼、蝴蝶兰、旁边龟头岛5到9成拢销去美国，毛豆、沙白鱼、鲈鱼、地鱼2到3成也销去美国。
美国这边的，其实量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台湾雕的话，可能每年也才一两千公吨而已。对，那其实如果说以真正水产的出口国来讲，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占比其实是蛮小的。学者认为，这摆对电关税实施，台湾出口美国关税大大提悬，水产农产外销成本欠悬，反倒会把世界的比丘上加基准关税10%。未来消息美国继续对这法规强硬加做产业弱势。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昼1点47分，嘉义台南正是发生规模4.9的地震，上大震度有到4级。地震中心这边表示讲未来3天内可能会阁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也伫咧昨昏半暝2点外迄卡岛呢，花莲树林嘛有发生规模4.9的地震，拄好当着这个4.3花莲地震满1档哦。这个地震敢有牵连？气象署地震中心这边讲，这判断应该是独立的事件。头前的荧幕熊熊喊甲真厉害，伫个关电西拉亚国家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是惊一个赶紧徛起来看国家级的警报。拜四中昼11点47分，台南关电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上大的震度伫台南市甲嘉义县有甲4级，地震的深度是7.3公里，甲大部地震离较远，初步研判是独立的事件。那这个地震发生的成因就是刚刚提到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成，然后它的应力会传递到西部，造成这个西部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地震发生。我们会判断说，在未来的3天，有可能会有规模4左右的地震。4月初3花莲大地震满1年的这天，除了嘉南地区，拜四透早花莲嘛发生瑞士规模4.9的地震，全台湾13个县市拢感受会到。地震测报中心研判，去年4月初3的大地震，地震的序列已经结束，这个是独立的事件。一直到最近的1月、2月，它的余震的个数已经递减到将近20个以下，所以它的地震的余震的个数已经慢慢趋近于背景值。毋那是台湾，日本攻击外海，嘛共款伫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的地震带。拜三暗时11点外，日本攻击外海发生规模6个地震。上大的震度是4级，地震中心伫台牛半岛东边的海峡，加在无引起海啸。未来30年，它那个发生的这个几率还是维持今年1月1号的75%到那个82%。那简单讲，比较好记的就是80%。缅甸大地震了后，气象署并无观测到国内地震有各样的情形。虽然咱台湾是第一开发生地震的所在，民众若拄到地震，嘛已经感觉真肃常。不过专家提醒，防灾的准备要是来做好，才会当甲灾害的威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是清明连假的第1天，国道咧落南车是真济哦，一天落来算算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5倍。了明仔载民众要陪某要出去佚佗，车拍算的愈济，所以要建议民众会当较早出门，嘛会当加行替代道路。想要停车爱排队，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早起有真侪车入来。清明连假头1天，中部天气好天，有民众7点为家己出发上北，要来台北扫墓，干嘛点半钟就到台中，路况也算真顺。嘉义到这里清水站，在8点半以前我们下来，都很好。对，北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清水服务区是伫国道路南上北的中站，业者考虑清明特别的节日，提早2点钟营业，预估连假4天会有12万人，比去年同期成长1.5至2倍。我们预估这4天大概人潮会有大概有12万人哦。是卖场的部分其实有提前到7点营业，提前2个小时哦，因为扫墓的部分都是比较早的。高公桥表示，头1天规天国道交通量预估是124-100万车公里，主要以路南的车阵较济。下晡国一杨梅到新竹、后里、湾林、国三三燕到大溪、公5石碇、平南、头城这路段车真济，其他路段大概上正顺。西部国道的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而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的话，南向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另外，同时也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替代国道，像利用台6E替代国1、国3。高公桥讲，连假第1天扫望旅游车阵拢会出来，建议西部国道甲公5的用路人提早出发，再去国1甲公5路南的部分路段入口拢封起来。下晡公5上北是有高承载管制，出门爱做好功课。记者综合报道。
好，人家要去小琉球，绿岛的旅客嘛真济哦，船帮也是拢坐到满，就爱增加来加驶这个船帮出来载人。要若是赛车要经过中华便道的民众，就爱注意啊。台中和平中华便道9.2公里这搭，今日下晡崩山，本地有开放2个时段来行，毋过因为崩山，所以来取消。要当时下当来通行，就爱明仔载早起，确认讲有安全，才会搁再来开放。民众大包小包准备要坐船，连假第一天，屏东东港东流线坐船的所在，一大堆游客来到这，准备要好好来度假。还是有可能会爆满？有可能，他撸往撸贼人啊。还有水上活动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应该不会，年轻就是本钱嘛。人真正有够多，还有真侪人甲奥多麦嘛托运，准备要去当地好好佚佗。航运公司为着要因应这么侪人，还未到7点独家开船班，同款是逐班拢客满。业者讲，长4天的年假加上天气真好，这些民众陪忙陪了嘛，安排规家伙去佚佗，互顶岛的人数有可能来创新高。他们都是过年后就开始订房了，那这几天陆续还有一些游客，他们有打电话来询问，基本上都是没有房间居多。那以今天来说，应该都有过万人登岛的状况。另外，东台湾的绿岛同款嘛是旅游的热点，一透早船公司嘛加开10个航班，暗算旅游人数是超过2500个人以上。原则上应该90%以上。90%到绿岛的游客。对。所以这连假这4天到绿岛的还是蛮乐观的。是。在中兴便道9.2公里处，在车山下晡是有石头落落来崩山，造成双向无法度通行。各管公务单宣布讲，目前已经出动机具抢通，车山下晡2点和4点半通行帮处取消。另外，明仔载的通行帮处敢未开放。对这个部分，各管公务单表示讲，会伫测试早起来办理路顺，一定要到确认完全安全无问题了后，再来开放通行。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缅甸的大地震。缅甸大地震到今已经是第7天，目前有超过3000人死亡，这些灾民有落无厝，摆咧等要领物资。即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警告啊，因为伫咧地震进程，伫咧缅甸就因为内战，有600万的囡仔需要人道救援。即马阁发生地震，囡仔营养不良，死亡的风险是拢唱悬。缅甸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东寨区搜救和挖的工课并无停，无厝通好转去，好运度过死劫的灾民，因的生活嘛无好过，因伫路边搭10号的布棚，都伫遐在煮食，还有灾民排个落长，等要领世界粮食组织这机构发的物资。下坡咯，过来的路咯，面子我话要撇去会食啦呗，前后死的路咯，前后头也无，前后唔死的路就干嘅。欠水欠粮食，就住伫街仔路这种艰困的环境，莫讲大人挡袂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讲，缅甸囡仔的处境更较弱势。So even before this earthquake, 6 million children in Myanmar wer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Many of them are already displaced. Many of them are missing out on their life-saving vaccines. Many of them are out of school. So these are already among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So to superpose an earthquake on top of that, it's nothing short of devastating for childre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讲，内战和大地震造成家庭的风险，会让缅甸的囡仔面对营养不良、爆发疾病甚至死亡的危机欠悬。因今年所求的捐款敢若1/10到位，希望外界继续捐钱，甲因斗3工。除了欠物资，灾民的心理创伤和痛苦嘛袂当无甲管。泰国警方拜三就派出会当搜救嘛有安慰功能的警犬，行去曼谷倒落去的大路边，在等亲人转来的家属等候区。这时阵本地心情真歹的人，望到了后拢出现真罕的看的笑容。ก็ใจชื้นขึ้นมานิดนึงแล้วพี่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ตราบใดที่ยัง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สัญญาณหมายังเห่าอยู่คงยังมีโอกาสรอดแล้วพี่。目前泰国崩落去的大楼，确认已经有22个人死亡，缅甸是有超过3000个人罹难，但是只要有一点仔希望，家属拢无愿意放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也伫咧危险当中的囡仔，阁有南亚国家孟加拉，全国大约有3500万人，好3500万，这个数字是占所有囡仔的60%。这囡仔面临盐中毒的风险，盐中毒会造成囡仔营养不良，佫会影响到囡仔的脑部的这个发展。也盐中毒伫孟加拉会遮尔普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讲违法的电池回收工厂所造成的污染。阿克特的妈妈咧陪伊写功课。阿克特今年12岁，毋过外表看起来真矮，比实际年岁少几啊岁，因为伊的血内底有毒的物质盐的含量伤过悬。
南亚国家孟加拉总共3500万的囡仔面临严重度风险，这占全国囡仔差不多60%。经过检验，认定阿特特血液当中的盐含量高达世卫组织所设定正常值的2倍。这造成囡仔严重不可逆的智力伤害。কি হবো মানে কেমনি হইব কোনভাবে এটা ভালো হইব এটাই তো আমার দরকার 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দের তাড়াতাড়ি ভালো হয় সুস্থ হয় এটাই আমি চাই সবসময় যে ওই শিশার জন্য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ক্ষতি হয়েছে সবার বাচ্চায় ভালো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ক্ষতি হইলো আমার বাচ্চা গেছে বুঝেই মানে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আমার বাচ্চা যদি না গেত তো আমার বাচ্চার এরকম সমস্যা হইতো না阿克特的妈妈将这原因讲是附近专门收报废列车回收汽机车电池的工厂。虽然即马已经关起，啊，毋过说好这土地甲空气严重遭到污染。附近居民甲社区卫教人员也讲，这间工厂为2015年以来一直非法生产烟头电池、碳底醇，这也互这囡仔出现体重减轻、脚会上课无专心、甲犯错这症头。啊，毋过严重度是无形的，所以囡仔妈妈无法度意识这问题。家人讲，随时爱洗手，而且提供营养的食品。When we did a study, a rapid market study, we found that in the daily commodities, in the consumer products, they are lead contaminated, which is like aluminum cookware or ceramic foodware, toys, paints. Another major source of lead pollution is that informal use lead acid battery factories. 研究环境污染的组织发现，严重度伫孟加拉是正普遍，可能原因有真济，像上伫油漆内底用重金属，或者是将盐掺入姜黄粉内底，或者烹料看起来色水正水，浸搁较济人来买。当然，也有非法电池回收工厂这问题。啊，毋过因为市场需求太悬，这种类型工厂伫孟加拉各地是增加真紧。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来看中华国家塔吉克这边，因的政府讲要做手册来教女性讲爱安怎穿衫，讲是要来推广因的一个传统服装。不过呢，穿什么衫是个人的自由，就有女性团体质疑讲政府管伤济啊。塔吉克文化部打算伫今年7月出版女性穿衫的手册，建议各年龄层的妇女穿国家搭配塔吉克风格的衫裤，也就是色水正多、灰色较复杂的长袍，佮搭配胯裤、伫锁顶的帽仔，或者是布甲头毛绑起来，较莫有西方迄种天身体，或者是阿拉伯式女性穆斯林的头巾。也对工作、徛街、舞台、庆祝活动无共场合，拢有无共的穿衫规定，希望会当强化民族身份的认同。不过穿衫是个人的自由，真侪人对此正不满，问讲为什么机关欠电空气品质这款关系民生的问题。Женщи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сегда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с давлением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им носить. Причем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и хиджаб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женщины не носили хиджаб, и сейчас э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что-то чужое такое. 政府的做法有伊的政治考虑。塔吉克是世俗派穆斯林国家，经历过苏联几60年的无神论统治，独立了经过血腥的内战。总统拉赫蒙自1992年执政一直到今，为了要压制穆斯林政治势力甲反对派，一直拢强调民族认同。穿传统服装就是一种方法。不过塔吉克是前苏联上散车的中亚国家，独立了伊完正散车，所以真侪人希望会当有宗教的安慰。因为真侪男性加入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女性包头巾的比例也愈来愈悬。拉赫蒙政府甲女性的头巾甲伊斯兰极端主义交做伙，加强管制，伫社会上引起真侪冲突。В течение 9 лет я ношу хиджаб. У меня проблем не было до того, как я пришла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 одно, и меня прям попросили снять. Весной,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года был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ый инцидент моих знакомых. Прям за рулем их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и просили адрес, телефон и штраф выписывали. Они были обязаны оплатить штрафы. 塔吉克伫2018年就发表过前一版的女性服装指引，提倡传统服装。国营媒体也带头批评低裙、天性感、卡只偏这款欧美的文化，也个欧式伊斯兰大袍甲头巾。政府伫去年阁通过禁止进口甲卖外国服装的法令，不过实际去落去看，民众衫裤穿插打扮虽然正保守，不过早就已经是东西合并混搭。民众也正反弹，讲传统服装较贵，无法度负担。因那男性也受限制，只是还未被纸黑字写出来。
像阿拉伯穆斯林式的大喙手，怎么已经禁止，因为被看作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象征。文化部就伫咧考虑，也要对男性提出穿衫准则。公司新闻施惠中编写。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